兄弟姊妹平安，早早，今日是2023年10月12号。今日的诗篇是106篇第1节到第6节，19节到23节，出埃及記24章第1節到第8節，彼得前書第5章第1節到第5節，12節到14節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羊群。前2天到伫桃园市福兴乡福兴区啦山顶来露营，营主有饲几只这个流浪狗，拢是因为去互这个掠野兽迄个夹来夹着，脚骨就断去。有一只黄色的狗伊正手边的这个前骹去互兽来夹断，一只去小黑倒脚倒后骹啦去互夹断。另外一只咖啡色的老狗伏伫这个门边的这个山坡顶悬。因为营主会接纳来饲这几只狗，就诚做营地的守门员，是营主的同伴，忠心来守护着这个营地啦嘛甲营主同款，对于内面拢非常的友善，也好亲像营主同款一个经营的团队同款。伫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，就好亲像咱拄则提到这受伤的狗同款，因伫迄个困境的中间，互上帝来拯救，来跟对上帝的脚步，诚做上帝的羊群。但是无同款的是，以色列人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甲上帝来彼此立约。这是基督信仰的一个基础啦约定。圣经安尼记载讲，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甲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以及以色列7个长老，就来我遮，对远远的所在趴落去拜我。只有摩西通求君上主，其他的人毋通来。人民嘛毋通甲你做伙上山。”摩西落山，将上主所有的命令甲规例拢讲互人民听。人民这声音讲，上主的话，阮拢要遵趁。摩西将上主的话拢写起来。隔日的透早，摩西就伫山骹起一座祭坛，照以色列12个支族徛12支的石条。伊搁派以色列的少年去献烧化祭，嘛献牛，互上主做平安祭。摩西将这个火的一半放伫这个盘里，另外一半也伫迄个祭坛顶。摩西搁摕立约的册读互人民听，人民应讲上帝讲的话，阮拢要遵趁。摩西将盆内底的火也伫人民的心上讲，这就是立约的火。这个约是上主照伊的话，甲恁所建立的。以色列人或者是讲基督徒，甲上帝立约，是回应上帝恩典一种的方式甲决志。事实上，以色列人也无有甲上帝立约的时阵，其实已经是蒙恩得救啊，就亲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当伊毋捌上帝的时阵，上帝就已经施恩互伊啊。上帝将以色列人当作是伊的羊群，伫以色列人甲上帝立约的之前，上帝已经主动将救恩来赏赐互因。并且带领因一步一步进入伫这个应允之地。
也好那亲像耶稣基督伫约翰福音15章所提到着各样的人甲羊群的关系共款。各样的人愿意为着羊群来牺牲生命，但是属伫主的羊群也爱愿意来对这个牧者有一首诗歌，伫这个行诗歌内底所学习到的。歌名叫做《我是主羊》，迄个歌词是安尼写：主带我到青翠的草坡，安歇伫溪水边。黄昏的时，我甲主一路同行。伫牧场的顶悬，属伫主的羊拢强壮。我是主的羊。黑暗暝，路崎岖，一步一步对主行。这嘛是上帝甲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讲上帝要赏赐伊的保守，羊群要对牧者一步一步来行，无论是顺境还是经历着死荫，上帝永远要引带照顾伊的羊群。无论伫什么款的情景的下面，上帝必定会保守。彼得前书彼得安尼讲：我做长老的，佮做基督受苦见证的人，有份伫伊要显现的阳光。我甲恁中间平平做长老的人苦劝，着牧养上帝交代恁的羊群，甲因管顾，毋是勉强。是照上帝旨意甘心乐意，毋是为着贪财，是自愿热心来做。交代互恁的羊群，毋通用权威管辖，着做因的模样。安尼，恁伫大牧者显现的时，会得到永远失去阳光的花冠。相款，恁少年人着顺服长辈。恁大家着谦卑相对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上帝对着骄傲的人，施恩互谦卑的人。是啦，上帝赏赐恩典互谦卑的人，伊必定会保守看顾。愿主的平安赏赐每一位愿意谦卑顺服跟对伊的人。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啥人会晓讲起上主的大权能？啥人会晓完全明白对伊的称赞？所有维护并公平，不时实践公义的人，真有福气。上主啊，你恩待你的子民的时阵，求你会记得我；你拯救因的时，求你眷顾我；求你互我看见你选民兴旺，互我伫甲你的国民分享快乐，甲你的子民做伙夸耀。阮甲阮的祖先同款有犯罪，阮偏离正路做歹。因伫何日做牛啊，拜所住的上，安尼因用食草牛做上，替换上帝的阳光。因袂去即家因拯救的上帝。伊捌伫埃及做大代志，伫寒的地行奇事，伫红海做通行的事。所以伊讲甲因消灭，毋是伊所竞选的摩西，伫伊的面前极力来申诉，消除伊的受气，伊已经甲因消灭啦。上帝是赏赐恩典、保守的上帝。阮特别为着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来祈祷，也为着教会姊妹。这个规划做犹太人
住伫以色列占据的查某囝基督，恳求主保守平安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牧师即马是伫即个营地的顶悬，所以用即个画面甲大家三角分享啊，真歹势就窜来窜去，无有倒啊，互大家做伙来看即个上帝所创造大自然，愿上帝平安甲大家三角对待。